咱正要备办心来参加今日的礼拜，请奏乐。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这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请大家起立来吟信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大家继续徛咧，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节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也赦免过我的人，袂顶带阮入地狱，就看咱你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才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专业的
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亚多人来受苦，第四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咱倒来死活，活人甲死人。我是信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道的上头，罪赦免，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摆用启应文来交托。启应文第35篇，就伫信息后面161面，就是箴言的第4章。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我嘛真嘛做老爸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追求智慧，追求聪明，毋通袂记得。毋通放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就高估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祈祷，请大家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咱今日伫足好的天气，大家平安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你的名。主啊，阮伫一个变动的时代，世界有战争，社会有灾难，国家甲国家之间的无信任，人民的心也充满不安。求你赐予阮智慧甲勇气，互阮无论伫啥物所在，拢会用坚持信仰，倚靠你的爱，行过难关。主啊，阮为最近台湾南部大雨造成的水灾来祈祷，求你安慰遐个流离失所、无厝好住的乡亲，互因伫困苦中悠然感受你的爱，也请你赐予政府甲救灾团队智慧甲力量，早日办葬因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阮也为美国关税政策造成足侪国家受到影响来祈祷，求你赐予各国智慧，领受智慧，带领各国伫关税上会用公平互惠，毋通互人民的生活搁较艰苦。也求你帮助受到影响的行业，互因倚靠你的爱，行过难关。主啊，阮也为台湾目前的政治来祈祷。最近社会充满对立，罢免案引起的社会的冲突，政府甲人民之间的关系嘛搁较紧张。求主互政府有智慧，互民众的声音得到尊重，社会袂因为选举搁更加分裂，反倒是找到共同的方向，互台湾变做一个搁较团结的国家。最后，阮嘛为南门教会来祈祷。求你看顾南门教会伫
杜牧师甲牧师娘的带领之下，各项的事工能顺利发展。以上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今要请儿童、主日学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学咯。因今日要献的诗是《亲爱爸爸，亲爱爸爸》。手牵手，喜欢有你陪我玩耍飞翔。哦，你把我接个正着，在游乐场的滑梯下，安稳投入你的怀抱。每当我怀疑自己不好，你鼓励我没关系，下次会更好。谢谢你总是努力成为我榜样，陪我勇敢追逐梦想。在爸爸强壮的肩膀，温暖的手掌。
感谢主日下的小朋友带来献诗美妙的歌声。请大家三界来领受上帝的话，约翰三书第2节至第4节。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会亨通，勇敢，亲像你的灵魂亨通一样。因为有兄弟来跟进你所存的真理，亲像你伫真理得行，我就真欢喜。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得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即个。讲道，咱怎啊请杜牧师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我的超人老爸，我的超人老爸。我听起我的囝儿伫真理得行，我的欢喜无比这个较大个。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无，咱先甲咱头前后边兄弟姊妹，你大声甲祝福讲。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咱大家。虽然8月8号已经过去，但是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父亲节的主日，所以今仔日会有好康的哦。所以做老爸爱认真听道理哦。不管安怎，既然是今仔日是父亲节的纪念主日，我要去邀请咱互相彼此来祝福讲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伫第一堂的花季礼拜，我问咱的兄弟，特别是做老爸、做阿公的2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讲，当咱家己是做爸爸的身份的时阵，咱家己的爸爸捌留落什么款好的模样、什么款的印象，互咱家己无？同款的问题，我嘛要问咱在座的爸爸。当你是一个做爸爸的身份的时阵，咱家己的爸爸有留落什么款的模样、什么款的印象，互咱家己？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当咱这个身份是做爸爸的话，咱家己有留落什么款的模样、什么款的印象，互咱的囝儿来看咧？有一出电影，迄是一系列的电影，我毋知影咱捌看过无？迄个电影常常咧标榜一个口号，叫做“地表最强的老爸”。这个地面上上界厉害的爸爸，咱做伙来看伊的广告片。请切声音一下。Murdered your mom. I know who. 一切在此终结。 My job is to bring you in. My priority is to keep my daughters. 即刻救援系列最终一战。 Soon, everyone you love will be dea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法国名导卢贝松监制编剧。Finish this. 1月9号，即刻救援3。地面上上强的老爸，我毋知影讲咱有兄弟姊妹捌看过这出电影无？伫伊的系列第3集，就是大多咱所看到这个预告片中间，讲到讲有一天，伊的查某囝去互一个杀人组织、一个黑帮组织甲掠去，所以这个做老爸为着要救出伊的查某囝，使出浑身解数。我想大段影片你有看到，为着要救出伊的查某囝，甲歹人之间，不管是枪战也好，甚至我想咱若看真侪好莱坞的电影。可能拢会出现迄款经常就是吼，迄男主角外高赛车，啊车稳来稳去，弄来弄去。不管安怎，有当时啊，即款好莱坞风格的电影，有当时啊，咱咧看的时阵，我毋知你有发觉无？只要伊是男主角，不管伊杀死偌济人，不管伊赛车弄歹偌济物件，哪像拢无需要负责任共款。甚至即款的英雄片，到最后的一个镜头是啥物镜头？有印象无？会出现最后迄个镜头，啥物镜头？恁拢无看过好莱坞的电影吗？常常即款的英雄片，吼，迄男主角、女主角就安尼，啊，最后咧，
哪像有一个 happy ending， 真幸福的结束。但是有当时啊，就是咧讲，即款的超级老爸是即款的超级英雄，伫咱真实的世界应该无可能发生。开始遐侪人弄歹遐尼侪物件，哪有可能无需要负责任的咧？但是伫咱的真实的生活中间，我毋知影你有发现无？其实咱真正有一个超级老爸。这个超级老爸，你知影我咧讲啥物人无？啊，啥物人？上帝吼！我所咧讲的，咱这个超级老爸，是真实伫咱的生命中间，会当成做咱真大的帮赞、真大的引带的老爸啊！既然大多有问到两个问题，咱的老爸留落，互咱什么款的印象、什么款的模样？咱家己要留咱的囝儿孙什么款的模样、什么款的印象？我伫遮有对网络掠到几个图片，我毋知影你是属于倒一种的老爸。你看有即张图片咧创啥物无？哦，即个老爸咧顾囡仔，但是伊顾囡仔方式，主要伊的注意力嘛是伫家己的电脑顶面。可能真搁较方便，毋免举电脑来，可能注意力就伫咱家己的手机仔顶面。啊，囡仔放大遐，即张相片咧，你看会出咧创啥无？这个老爸可能为着家己顾囡仔会当较轻松的，莫互囡仔咧乱走、乌白走，所以家己裤骹绑起来，安尼就袂乌白走啊。安尼顾囡仔有轻松无？过来咧，这张相片你看会出是啥物意思无？我感觉这个老爸真趣味，顾囡仔，可能一方面顾囡仔真忝，一方面逐工安尼顾，可能嘛感觉无聊。所以家己爱对顾囡仔中间找一寡乐趣，所以这个奇异果图作成的吼。我毋知咱中间的老爸捌做过这项代志无？这个代志我毋敢做，因为阮兜是妻管严，所以这个代志也做落去吼，我等下就换我李正正好啊。滚生笑的帮滚生笑啦吼。我想这个做老爸有可能伫顾囡仔的中间，为着要家己找一寡趣味。家己的囡仔恶作剧，但是我嘛相信，毋是每一个老爸拢安尼咧耍囡仔啦。比如讲，我毋知影咱有老爸甲囡仔咧佚佗的时阵，捌安尼过无？过去我就常常安尼。等到家己后生咧佚佗的时阵，咱当然气力较大，咱的经验较侪，甚至有当时啊，可能经验互咱的，咱的学习嘛会当互咱的知识智慧较侪。所以有当时咧，甲伊耍佚佗物仔的时阵，真正要比赛，咱一定赢嘛。但是咱若一定赢，对囡仔来讲有啥物趣味？所以咧，甲囡仔佚佗的过程的中间，爱有输有赢，有输有赢，就有刺激，有趣味，囡仔就甲咱继续耍落去。啊，无伊也逐道找你耍哦，你拢赢，逐道找你耍拢赢，加找几遍伊歹找你啊啦。因为伊学到的，毋是伫对佚佗的中间去学到知识。伫佚佗的中间去学到财物，伊有可能伫佚佗的中间学到的是挫折啊。过来，我相信嘛有真侪老爸足甘心的，对家己有可能无遐尼好，但是一定要将家己上好的来互囡仔，帮助囡仔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未来。有当时啊，咱家己拄着落雨的时，有看到无？囡仔袂使压着雨。家己压好淡无要紧，囡仔袂使压着雨，家己压好淡无要紧，这拢是做一个老爸的心嘛。甚至有当时啊，咱也真正伫困难的中间，咱的手头无遐尼富裕的时阵，囡仔的裤破去，咱嘛会加咱的裤来甲搭。所以才有两组无共款的图，咱在座的老爸，你是属伫倒一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老爸嘛有咱每一个老爸家己无共款的优点，常时有可能嘛有咱家己会软弱的所在，所以要真正做一个好的老爸，真做一个好的模样的老爸，确实无遐尼简单啦。就亲像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厉害，伊的厉害，我会感觉哪像毋是伫教育顶面呢，但是伊嘛足厉害的。两个囡仔进一个咧读台大的研究所，一个读台大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讲，对伊咧看那像，也无啥物咧教囡仔，啥囡仔会当遮厉害。但是本身我即个朋友对我的角度来看，哦，伊有一寡才能真正是一道的，真正是厉害的。比如讲，因兜足侪椅啊、刀啊，拢是家己找材料、买材料来订出来。因兜有汽车、机车歹去，毋免急，伊会先去看到底倒位出问题，伊会阁家己先去找材料，家己修理看卖一下。甚至有一遍我的乌倒摆歹去，伊嘛甲我牵倒去修理。伊毋是单对机械安尼尔呢，捌有一间教会，因为迄个外口的广场想要起一个户外的便所，伊嘛感觉讲无问题，我来设计。所以，就设计一个便所的图，家己去找遐个材料来帮忙起这个便所。捌有一遍，家己我所牧会这个古南教会，哦，阮迄阵家己古南教会厝尾顶足悬哦，厝尾顶有啥物款的问题，啥物款的状况，拢爱叫吊车，甲迄个师傅吊去顶面做修理。捌有一遍风台过后，有几片迄个瓦片去互吹无去。那你想讲，为着几个瓦片，吼，搁爱去叫吊车来，足麻烦的。结果伊就甲我问讲，啊，倒位去互吹歹去？我就甲讲大概伫倒位，伊就甲我讲，牧师做你无用无要紧。问题就是讲，即句话讲了后，伊人就真正无去哦。所以当我阁想起讲，我这个朋友走去倒的时阵，找无啦。所以后来我就想着讲，伊逐带咧甲我问厝尾顶倒位歹去，袂吧？伊袂家己爬啊悬起哩吧？结果我走去牧师馆的上顶面楼去看对教堂的厝尾顶去的时阵，佫真正呢，有一个人家己绑一个锁啊，啊，就爬伫顶面，伫遐咧帮忙修理。所以我这个朋友，伊的工艺非常好，啥物物件就家己修理，修理甲讲吼，有一遍因太太甲我埋怨讲：“杜牧，你看啦，因翁啦。”我想讲，一个太太发甲遮大声，毋知因翁惹什么祸了。结果一问就是讲，本来吼，伊的电脑歹去，想讲电脑歹去，安尼会当换新的啊吧？无拍算，因翁婿看了，佮家己去买材料，佮甲电脑修理较好。所以伊的埋怨就是讲，歹去无在店换新的电脑啦，包括因兜有一台车驶20几吨啊，一直修理拢袂歹，连要换新的车嘛无法度啦。所以即款的超级丈夫、超级爸爸，我毋知影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恁兜有无？不过嘛有另外一种的超级爸爸，伊可能毋是一款公益才能遮尔强。但是伊会透过伊的教育来引带陪伴伊的囡仔。捌有一遍听伊咧分享，伊安怎咧教育伊的囡仔的时阵，特别是伫信仰教育的部分。迄阵伊咧讲的时阵，伊的囡仔已经咧读研究所啊。伊讲前因兜的囡仔，伊个细汉的时阵，伊就要求伊的囡仔一定爱去读主日学，因为伊家己的体验就是，咱的生命中有当时啊会出现咱无法度疗伤会到的意外，伫咱的生命、咱的工作，甚至咱的家庭中间，可能有一寡困难的事，毋是用咱家己的力量有法度去突破的。所以家己的感想就是，有信仰真好，有上帝通倚靠真好，有耶稣会当真做咱基督的谈判，足好的。所以期待讲，会当将即款的信仰来传予伊的囝儿。所以要求伊个囡仔细汉的时阵，无论如何一定爱去主日学。但是咱嘛知影，囡仔、青少年，特别是这个世代的囡仔、青少年，好不容易拄着星期日、假日，拄着假日，应该真侪青年、少年人拢想要困较晚的吧。所以这个老爸就甲伊个囡仔交代讲：你若要困互饱、困互晚，毋是时间困互晚。你啊，礼拜日透早要困互饱，还佫有一种的方式，你会当选择。什么种方式？较早困的吼，做老爸的拢知影吼，较早困的。你拜六下暗较早困的，若是安尼，困互饱，困互够，共款礼拜日透早起来，就会使去做礼拜。但是我相信，即款的要求，也是即款的观念，有可能对真的青年人
迄是真正足大的挑战呢。我毋知影讲咱中间有偌济伫大学咧教册的教授老师，因为听讲真足济大学的教授老师毋敢开早8的课，早8的课听有意思无？就是第一节8点开始上课，迄节课真侪老师毋敢开迄节课，所以伊的课家是连续3点钟3节课，伊爱对第2节才开始。就算做开第2节才开始的课，伊嘛看到讲有的大学生，你比较上第2节的时阵，还佫伫遐，迄早顿饮料放伫遐，还袂食了。所以这就是咱真个世代真侪青年人、少年人因的习惯就是安尼啊。所以有当时啊，我就足佩服的，足佩服讲，伫咱透早8点半第一顿个礼拜，会当来甲你遮的少年人、青年人足厉害的。毋通看讲8点半哦，咱的服侍人员8点进前若爱到，有当时啊是比因去上班上课的时间搁较早。所以有当时啊咧讲，礼拜日透早想要困较晚，吼。真正无法度，所以伫我还袂来甲咱中间进前，就已经有听到即种的声音。咱的早顿的礼拜有法度甲换一丝丝也无，因为会当加困一个足珍贵的呢。尾仔想想的嘛是啊，咱的服侍人员真辛苦，伊毋是1道2道的服侍，是长期的服侍。8点进前爱到，真正比因去上班较早。但是不管安怎，大多咱所讲到即个爸爸伊的教育，我是感觉是一个足好的参考的方式。因为等于互伊的囡仔家己有选择，你也要困到饱，你拜六下暗会当较早困的；你也拜六下暗要较晚困，要做无共款的代志，所以毋甘困嘛无要紧。但是你有才调较晚困，你得爱有才调加2工共款的时间就起来。所以这是这个老爸对囡仔的要求。所以我相信这个老爸伫信仰教育顶面，伊会当坚持一个老爸做会到的部分。刷落来，我嘛相信，伊对这个囡仔的教育一定嘛有伊家己的方式甲观点，所以伊的囡仔定咧一路一直读到研究所去哩。所以对这个老爸所咧传达的一个信息真简单：，什么时阵做你该做的事？所以该读册你就认真读册，该佚佗你就好好去佚佗，该去聚会该去教会你就去聚会，就去教会。所以这个老爸咧传承咧教育伊的囡仔，就是做代志的效率啊，做代志的效率，做代志的时间的管理啊。只要这个效率会当做好，这个时间的管理会当做好，我相信咱的囡仔伫即款的训练的中间，伊会当学习得更加多。所以同款，这毋是咧讲着讲上主日学来团契来教会聚会尔，即款的观念，即款的做法、做代志的方式。我相信对因一生读册、工作，甚至后来有机会家己组家庭来讲，一定是拢足宝贵的。所以咱的爸母也是咱阿公阿嬷，真正会当亲像讲，咱也有一寡囝儿孙无伫咱的身边，无要紧。有当时啊，透过电话、透过赖、透过遮的联络，嘛是鼓励因，就的确爱去教会参加聚会啊。特别是伫遮。刚才咱阿公阿嬷毋知会感觉讲，有诶咱诶囝儿孙啊，伫外口拍拼，有当时啊足歹看到因，足歹甲因做伙，就亲像大多啊，我嘛已经有听到咱一寡时大人足欢喜咧讲，等下家己诶后生查某囝要带因去食大餐呢。但是咱诶囡仔不只是咱家己亲生诶叫做囡仔，既然咱看到咱诶主日学遮诶囡仔，这嘛是咱主内诶囡仔。既然看到咱幼稚园诶囡仔，迄嘛是咱这个社会伫咱厝边的囡仔，所以我相信对顶礼拜甲前我所要传达的一个意念真简单，咱来当做甲你好，我好，大家拢好。若是安尼，咱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好。咱的社会当更加好，咱嘛会当放心，咱的囝儿孙踏入这个社会时阵，袂去拄着伤侪歹事啊。所以不管是幼稚园的囡仔，咱主日学的囡仔，咱嘛爱当做咱家己的囡仔来甲因教示。甲因管顾啊，所以我相信做一个爸母，咱会当留予咱的囡仔资产非常无共款，但是其中有一项足宝贵的，就是信仰啊。有一项足宝贵的，就是基督的信仰啊。这是咱做一个爸母，做一个阿公阿嬷，会当流传予咱的囝儿孙足宝贵的物件。讲到宝贵，来，甲咱大家小可问一下，基督教
基督教这个名词英文安怎讲？有人知影无？啊 ？Christianity， 真好哦。偏偏这个字，伫第一堂的华语礼拜，甲兄弟姊妹问的时阵，嘛有人回答会出来。基督教，咱若简单来讲，英文叫做 Christianity。但是 Christianity 伊无遐尼简单，只有咧讲一个基督宗教尔。咱若对文理学来甲看，这个 Christianity 伊本身包括的，该延伸出去的意义，包括有基督教，包括有基督信仰，包括有基督徒精神，包括有基督徒群体，以及甲基督的关系啊。我毋知影你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字无？这个红色的字，我特别甲 mark 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讲，我做意爱这个解说啊，我做意爱这个解说啊。关系若好，咱甲爸上帝关系也好，咱甲基督的关系若好，若是安尼。基督宗教就毋是这个世界上最宗教其中的一个啊！毋知听有我讲的意思无？咱若甲爸上帝关系也好，咱若甲基督的关系也好，安尼，咱这个信仰袂只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共款的宗教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关系会决定咱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是咱是一个军队基督的门徒。教徒甲门徒有足大的差别啊！咱最近拢有一寡咱兄弟姊妹的一寡信仰的见证，牵伫咱的周报顶面，我感觉非常的宝贝。今仔日的见证文章我还未看，我抑佫毋知内容写啥物，但是顶礼拜所牵出来是叫咱即师帮忙整理春美姐伊的信仰生活。而遐我看了真有感想，就是因为讲，伊是因为伊的先生来甲咱的南门教会了后，才来认捌主耶稣，透过洗礼来成做天父的囝儿。伊的一生，若是像伊安尼写落来内面的故事。我相信，伫伊的生命中间，伫伊的家庭生活中间，伫伊甲伊先生工作的中间，拢捌经过几个真恶得过的坎站。但是伫这个恶得过歹事来临的时，成做伊真正生命中的帮站，就是基督信仰。这个信仰，互伊有毋望；这个信仰，互伊有信心。这款的毋望，这款的信心。若毋是咱家己甲基督的关系，若毋是咱家己甲天父的关系，用听的可能足歹去理解啊。就亲像咱咧读圣经，咱会当常常读，但是咱若只是甲圣经当作是财物，当作是知识，安尼上帝的话语，有可能咱会感觉真好，但是真好的中间，甲咱的生命检采无遐尼深的连结啊。它也只是一个金句良言而已。但是咱的生命袂因为这金句良言，就真正有偌大的改变。所以，甲基督的关系，这才是咱的信仰啊。所以，咱毋通甲基督教当作一个宗教，咱会甲基督教当作是咱甲天父上帝、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啊。所以 ，Christianity， 互我的感想就是咧讲，伊要帮助咱，要帮助咱的生命。有较广阔，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咧讲，咱毋通足可惜的，只是来做一个礼拜就离开。咱若时间到来做礼拜，时间到咱就离开，足可惜的。特别是我咧看咱南门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活动甲聚会，甚至有的教会比咱较大一倍两倍，有的教会比咱较大，人较济，因的聚会、因的活动嘛无咱南门教会遮尔济。但是我咧看咱的优点、咱的好处，就是每一个无共款的年龄层，每一个无共款的年纪，咱有属于咱家己的团体，咱有社区的活动，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我相信，
咱也只是礼拜时间到来甲你遮坐，礼拜时间到咱就来离开，这足可笑的，非常可笑。特别是伫咱南门教会咧聚会足幸福的，恁敢知影我要讲的幸福是啥物？我要讲的幸福就是讲，参加第一顿的礼拜煞，咱有早顿通食；参加第二顿的礼拜煞，咱有中昼顿通食。敢知话嘛感觉讲啊，有的教会只要经费充足的教会嘛会安尼啊？无哦，无哦，有一顿通食就足好啊，还有两顿。所以像顶礼拜第一顿的礼拜煞，我甲牧师娘，阮做伙去食早顿，约是到10点的时阵。到第二顿的礼拜煞12点，要过食中昼的时阵，我甲牧师娘，你看我，我看伊。阮有一个共识，毋免讲，阮就有一个共识啊。啥物共识？你知影无？10点才食早顿尔，12点要食中昼顿，还袂枵的呢。所以我看牧师娘的目睭，伊的目睭看到我，毋是含情脉脉哦，是阮两个一看就知影，伊知影我的意念，我嘛知影意思。你知影阮咧想啥物无？阮咧想的就是讲，啊无咱两个摕一碟便当就好啊，将食一半，感情才袂散。但是咱的同工足好意的，咱的同工讲无啦，有啦，有帮恁两个准备好，将一碟，毋免安尼啦。但是阮就真正袂枵，所以阮两个食一半就好啊，将食一碟就安尼就好啊。无啦，真正有帮恁准备啦。结果你遐塞来塞去，我就想讲，哇，为着一粒便当，安尼一直塞要塞到当时，好啦，啊无同工的好意，咱就领受甲客落来。但是真正咧食迄个中昼顿的时阵，食到腹肚有够饱的饱。所以后来我甲咱的同工师，我嘛习惯叫伊称哥啦吼。我甲同工师讲，今仔日的早顿毋免帮阮准备啊，我着啉一杯啊，看咱有豆奶，还是啥物咖啡，我啉一杯就好。结果无想到讲，毋知是咱长真拜团，咱遮青年舞了伤忝，还是估去有800节的节目去啊。今仔日咱透早下礼拜人有较少一点啊。结果哇，早顿佫有剩。我伫遐，你敢知有多大的诱惑？你知无？有汉堡，有吐司，看看想讲袂使，佫食落去吼，换中昼食袂落。所以只好爱坚固咱的心。咱既然无甲陈干事讲要食，咱就绝对毋通食。但是到尾啊，真正斯罕玛利亚咧拜托，玉兰执事玛利亚拜托，哦，真正剩伤济啦。看看咱有兄弟姊妹还袂食早顿，来遮准备要参加第二顿的吼，会当摕去食无问题。到尾我想想诶，汉堡呢？汉堡呢？所以我就赶紧走去找陈干事讲，啊无吼，迄落，我摕一粒好啊，我来做中昼顿。所以咱会当看到一个食饭，当我大所讲互咱听，即彼此的互动，安尼有趣味无？所以咱咧讲的团契生活不只是伫团契聚会才有团契生活，咱做伙食一顿饭，迄嘛是团契生活。所以我所咧讲的就是讲，南门教会是一个真幸福的教会，提供互咱每一个无共款的年龄。但拢有咱会当去的团契，咱有真侪无共款的活动，手机班也好，长青乐活站也好，咱嘛拢会当随时来参加。所以这会当互咱的团契生活，不只是伫做礼拜中间，不只是伫团契聚会中间，不只是伫咱的食饭的中间，咱会当将咱团契生活延伸去甲手机班、长青乐活站等等。毋通袂记，毋捌耶稣。无认捌上帝的人，因眼中第一本所看到的圣经，毋是咱手中的一本圣经，是咱的行大。所以甲基督的关系，会真做咱的领受有偌深；甲爸上帝的关系，会影响到咱会当领受到这个信仰伫咱的心内偌大的影响力啊！所以我嘛相信，透过基督耶稣的肢体，咱的教会，咱只要伫团契生活中间，咱彼此祝福、彼此帮赞、彼此关心，会当造就你好我好，大家拢好，会当帮赞咱你更加好，我更加好，咱大家更加好。若是安尼，咱通相信，咱的教会会哪来哪好，咱的教会而且会当哪来哪好，基督的光就会伫这个地区来发光啊！
所以嚟问仔，咱拢知影人有百种，既然人有百种，当然父母就有足侪无共款的款。我相信圣经咧甲咱教示讲，咱爱做一个好的管家，不只是伫工作顶面，伫家庭嘛是共款。所以咱的角色若是做父母的，咱是做一个好的管家，咱就是甲父母的角色做好。咱做是囝儿的，咱要甲咱的囝儿好的管家做好，咱就要做一个好的囝儿啊。所以这是一个足相对的啊。所以伫这个中间，有当时啊，我所要讲的就是讲，看到咱南门教会真侪拢是死家带眷，翁仔某做伙来做礼拜。咱的死家带眷，将咱的囡仔带来主日学，带来少年团契、青年团契，这互我感想嘛非常深。因为我甲慈运师母过去咧牧会，这个家己广南教会内面，目前国校、国中、高中一直甲大学的学青等等算起来，约差不多有30位。但是这30位，只有4位是家己教会的囡仔，毋是教会囡仔无来，是因为庄卡所在青年的父母足少的，大部分人口严重外流，所以真正要找到父母这个年纪的中壮年足少的，所以囡仔就少。所以其他20几个囡仔拢是对附近的村庄、对迷信的家庭来的。为迷信的家庭，其实因的家庭嘛袂歹，但是等到这款真好的家庭，咱咧甲因接触的过程中间，因无感觉到教会的可贵，教会的宝贵。但是当阮咧接触到真侪囡仔，因所来的家庭单亲家庭非常侪，但是单亲家庭佫算真好，隔代家庭非常侪，隔代教养的家庭也佫算非常好。就亲像阮有一个青少年，慈运师母放真侪心力伫伊的心上，因为伊的父母离婚，老爸无爱伊，老母嘛无爱伊，啊无互阿公阿嬷饲好无？阿公阿嬷甲伊的大伯做伙大，大伯有食毒的行为，你想，啥物人敢甲囡仔交互即款的家庭？所以尾仔是一个足疼伊的姑婆跳出来。甲伊带倒转去饲啊！所以老爸是啥物，老母是啥物啊？就亲像有青少年，这青少年共款，伊的老爸老母拢无人要甲负起这个责任来甲教养，就等倒爱家己阿公阿嬷遮。后来，佫一个弟弟互等倒转来，这个弟弟是老爸第2段婚姻的后妈所生的。因一年真正要甲伊老爸好啊食饭，有可能只有1遍至2遍的机会尔。原因真简单，因老爸这个太太是第3任的太太啊，第3任的太太嘛有伊家己的囡仔，所以第3任的太太就无权利前任的太太所生的囡仔，逐不是往因兜来走。所以对这对兄弟来讲，有当时1年。当中会当甲伊老爸好好食1顿饭、2顿饭，那个都叫做奢侈啊。所以有当时看到遮个囡仔伫遐咧出入的时阵，有当时拄着父亲节、母亲节，讲到我拢毋知要安怎讲。你讲爱孝顺父亲，伊的老爸是迄款。当咱讲咱爱尊敬咱的母亲，因的母亲是迄款。所以伫遐会当甲因勉励，就是讲，咱若看到咱的父母会无完全，咱就爱会记。看到咱父母的无完全，毋是来学即款的无完全，是只要以后你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人的时阵，当你结婚的时阵，当你有家己的家庭的时阵，咱就爱知影咱的责任是伫倒位。所以慈运师母甲因三脚斗阵的时阵，开真侪时间啊。大多我咧甲恁讲，当咱看到主日学的囡仔，看到幼稚园囡仔，咱甲因当作家己的囡仔。这嘛是因为讲，当遮附近庄社入来遮迷信遮的家庭的囡仔来甲教会了后，慈运师母真正开足些时间甲因做伙。所以当我要离开的时阵，遮的囡仔话伫遐流目屎，话囡仔伫遐艰苦甲毋知要讲啥物话。慈运师母拢是甲因揽的，甲因讲。
不管恁的父母是啥物款，慈恩师母会当成做恁永远的属灵的老母啊！慈恩师母愿意成做因永远属灵的老母啊！所以咱通知教会，咱是一个群体，透过主耶稣基督，咱拢平平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所以咱有一个超级老爸。但是这超级老爸伊有伊的教育方式，毋是咱祈祷求就一定有。我相信咱做一个老爸老母，咱嘛知，只要囡仔求，咱啥物拢互伊，安尼会宠坏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我嘛相信，咱的超级老爸，咱的天父上帝，伊嘛知影，毋是咱求就一定互咱，因为咱嘛需要经过操练，咱嘛需要经过训练啊！安尼，咱该当成长甲一个更加长大的大人。所以，当咱咧听囡仔过程中间，我相信咱做爸母、做阿公阿嬷的，一定拢知影这个道理。惊着惊咱的阿公阿嬷心态无共，哦，看着孙仔无简单呢。所以伊爱食啥，买互伊；爱啥物佚佗物啊，买互伊。所以有当时咱看会到的，就是有当时伫家庭内面，爸母的教育方式甲阿公阿嬷会有冲突啊。所以，这个父亲节，我相信，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纪念、欢喜的时阵。纪念是纪念咱过去的老爸，若是有好的模样，咱就讲互咱的囝儿孙听。咱嘛爱督促咱家己，咱伫咱的囝儿孙的头前，咱要有诚侪啥物款的模样来互因看，来互因学啊。但是我嘛相信，只要咱会当看到咱的囝儿孙轻调这个信仰。伫教会咧出入，伫教会咧服侍，今仔日这个经文，咱应该会足有迄个心道才对。我听见我的囝儿伫真理得行，我的欢喜无较大伫这个欢喜咱毋通袂记。而原文的欢喜不只是心快乐尔，原文的欢喜也还有其他的解说：欢喜、感谢、感恩。欢喜、感谢、感恩，你有想到什么连结无？是啊，一个字，是啊，一个字，一个希腊文一个字，伊会当解释做欢喜，会当解释做感恩，会当解释做感谢。咱会当去想这个连结无？我相信咱做爸母的，看到咧囡仔安尼长大有好的心智、身体健康，咱就欢喜。但是这个欢喜不只是心内快乐尔。这个欢喜是咱带着对上帝的感恩，咱带着对上帝的感谢来欢喜啊！所以这款的欢喜，这款的喜乐，我相信咱也有体验过，咱一定快乐无比啊！咱家来祈祷。阿爸，俾阮的上帝，今仔日，阮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三个伫遮组织敬拜阿罗你。阮嘛伫今仔日这个特别的父亲节的主日的中间，阮来纪念阮的老爸过去对阮的付出。阮也来思考，阮会当留落什么款的模样，来互阮的囝儿孙来看、来学习。所以，这个主日中间，阮真正恳求你，来成做阮的帮赞，也成做阮济济、成做老爸老母的帮赞，互阮伫教养阮的囡仔，甚至伫阮看到教会主日学的囡仔、青少年，甚至社青也好，也是阮幼稚园的囡仔，阮也当由阮甲因当做家己的囡仔来教育，来甲因灌顾。所以，天父阮的上帝，阮真正恳求你大大赐福伫阮的中间，将这款的恩典、这款的能力，赏赐互阮，互阮的家庭、阮的教会来成做荣耀你的所在。来感谢基督，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杜牧师的讲道，咱怎样用信息622首来回应上帝的话？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起立。
请坐。奉献，正啊，请弘一执事甲义兴执事来书献。请大家起立来唱奉献的歌。请坐。消息报告：第一，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今日庆祝咱父亲节，多谢儿童主日学的献诗。教会伫礼拜了后要送予咱每位父亲节礼物，愿上帝祝福大家父亲健康快乐。礼拜了，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甲地下室做伙来享用爱餐。咱即礼拜服侍是妇女团契，后礼拜要讲道的牧师是苏进财牧师。第二项，道中信牧师就任。后礼拜主日8月17日下昼3点半，台北中会会伫本会举行道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咱请团契会友来参加。团契消息：双联团契伫后礼拜主日8月17礼拜爱餐了，伫5楼会举行8月份的例会，由梅陈淑如会长来分享。欢迎大家兄弟做伙来参加。集体消息、教界消息，还有大多事项，请大家兄弟看周报。咱今日有介绍2位朋友，第一位是为美国回来的周新全老师，我们请周老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老师。第二位是咱道牧师的阿姑罗永士牧师娘，嘿。欢迎牧师娘。今仔咱大家老爸父亲，大家啥老婆，咱今仔要请毋知有当父亲的我们咱的兄弟来起立嘿，请起立嘿，咱今仔要来给每个父亲一个礼物。
我们拿到礼物，我们就坐下来，谢谢。咱唔知影还有无摕到礼物的父亲无？有咱请举手。假使也无，咱怎啊来行平安礼？咱怎啊用信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结束的时阵，咱请杜牧师来祝祷。
赐福佮保护咱。愿爸上帝伊的面的光照咱，伊伫的恩典施恩互咱。愿爸上帝欢喜的面看咱，想使咱已经咱的亲人满有喜乐甲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